饭。哦，师母，可怜先生不义，为了无事，以致思念家乡，思念家乡离岛归去。三本，我有一事真要问你，师母请讲。三本礼来。因为与你东草共东与三分，他必定是你不明白。你此去是奔到应北，虽然你他到底是我，还是女中才。眼里为家门忙发问，师母啊，你为何泪啊体会？他明明与你三相通，同替他做大人，心和就是有生。爱不是眼里要去的，三分呀，因为原是女子难。是女的。应该是女的。应该是女的。是嘞，我与她同住多年，应该她夫妻姊妹是亲妹。今日回家离当举亲，明日里兵临先生，向山报应得去吧。有件事吗？有件事我去爸爸应当背。请听回忆。要
两兄长是一女大，因我地多大家来，我家有子和女大，两兄要扎一步难。我知道你家牡丹栽在好，只可惜路远遥远，怎能看？亲亲无意，情深大，鸳鸯成对天上，他得到两兄啊，应该他是女红妆，为两兄愿不能配，鸳鸯三百不中意，万岁子女应该都是女红妆。一面到了一两红，接来一个大大树，他知道用的在前面的，死的在后面叫姑啊姑。我知道一声看见我开口，哪有是我？哎呀，眼底比得真不错，我三番真是个眼底子啊！